2026年4月8日每日靈修，常在主裡面，有主的樣式。514上從心生，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，就發出善來；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，就發出惡來。因為心裡所充滿的，口裡就說出來。路加福音6章45節。小故事：有位面具師傅正全神貫注打造一批面具，正巧他的朋友來訪，進門時發現面具師傅露出一副兇狠的眼神，於是就問他：你近來心情不好嗎？怎麼臉色真難看？面具師傅說：沒有啊。過了3個月，這個朋友又來找他，一見就說：你家有喜事嗎？氣色真好。面具師傅又說：沒有啊。他覺得奇怪，為什麼這位朋友3個月前後說的話是完全相反的呢？後來才想起，3個月前他為人打造一批兇惡的妖怪面具，心中所想的都是兇神惡煞的樣子，現在是為人製作一批天使面具，心中想的都是慈祥的面孔。默想：你怎樣想，就會成為怎樣的人。若常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，時時面露笑容和慈愛，你的心境也會有所變化，而這個社會也將會不一樣。禱告：慈愛的天父上帝，你就是愛，也是愛的源頭。我們屬於你的，也應當要傳達愛和祝福。求你的慈愛和善良充滿我們，你的話進入我們的心思意念，潔淨和改變我們，也成為我們的力量和動力，使我們成為愛的使者，也能行出良善和關愛的行為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